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想要年底还是过年来买新车？立法院长、副院长甲车商来食饭，这怎啊一回事呢？中国汽车全世界大续卖，是雕工嘛是故意是安尼说？生产过多，阁有其他因素，必须要找买卖。但是安全以及这道生理，敢通好放伊过？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汽车达人叶玉忠，大家好，主持人好。第二位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资深科技顾问张庆玉。平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4位在线顶是咱老朋友，美区科技总经理吴金营。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件代志。中国电动车比亚迪想要入来台湾市场，唔那有历年的立委向测过。根据的周刊的报道，比亚迪甚至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办到。请立法院的高层甲幕僚，那么来食饭。立法院的总务处的处长讲，是朋友的聚会尔尔。经济部这边表示，国安、治安、产业发展等等考量，会严格防止中国品牌车用各种方式入来台湾市场。中国电动车骑头名的比亚迪用鼎社会进入全球市场。2024年全球销量达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头一届超过特斯拉，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根据《镜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廖总看《镜周刊》爆料。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那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哈，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经是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大算的问题。不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泰国集团有意代理伫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有积极跟联络。确实曾经有人接触过我，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比亚迪大部分的车款有配智慧驾驶系统，另外嘛，这支有联盟功能的车，拢有资讯传回中国的泄露记录。中国这车互人验证会当载有联盟功能，远端控制，对相关国安的问题，包括经济部甲交通部，拢进行对台。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哦，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哦，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法规禁止中国车规台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设去泰国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若是确认属有违规转运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监控、加重处分，违反的人上悬会当罚300万的罚款，也可能限制引进出口。记者采访报道。其实啦，如果若是无立法院长甲副院长去食饭这摊，中国车都袂入来吗？我想嘛是会入来。其实啦，这过去10年、10几档以来，咱这电动巴士，真侪底盘，迄都是中国做，咱也莫骗人，中国的物件，对咱头壳顶到下底，真侪都made in China。那么是安怎爱特别要来讨论这个电动车？咱先来看这张图表。其实啊，即摆现行的法令啊，是禁止着汽车规车对中国来进口。中国的吉利汽车所属的 Volvo Cars 所生产的 Volvo EX30的车款，设去到马来西亚的厂 CKD 啊。来组合了规只来台湾，这个地是表示讲，那比亚迪泰国的伊规只入来，咱
人伊就讲，妈，现在伊会使，我袂使。哦，你是针对我吗？我要先问吼叶先，比亚迪是安怎遮厉害，大家人惊。我看这个德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其他欧洲也好，有的是讲伊倾销啦，生产过，伊的车是厉害在哪里？其实应该讲安尼吼，就全世界来讲吼，比亚迪即马是若是讲新能源车，就是我讲电车，若是咱插电的油电车，伊即马算全世界算袂上好的。吼，而且佫赢过特斯拉，我感觉是重点是安尼，就是伊不只讲伊的产品是足多的，吼，有自贵的到俗的其实拢有，而且伊为伊供应商吼电池拢是家己的产品。我感觉上大的原因就是伊即马中国的政府足大来咧补助伊，所以讲伊甲其他的市场的品牌，其他市场的品牌是企业家己家己想办法，家己去买，家己去制作，但是比亚迪是因为有中国的资源伫后壁，所以讲伊会伫介绍，伊有伊的优势伫个。你讲一个车吼，比如讲1600的吼，电动车。普通款的就好啦，吼，阮嘛买袂起的。你小讲一下介绍，大家来了解一下，到底1600的还是2000的，差偌侪钱？我们讲电动车啦，因为即摆拢讲电动车嘛。你台湾市场来讲，上俗的电动车即摆可能差不多100万，吼，就是阮知影即摆是 last gen 的 N7，差不多上俗是99.9。塔起来是超过100啦，差不多100，上俗的啊。问题是差不多，你讲进口电动车差不多拢150到200万，是，吼，佫有愈贵的嘛是有啦。但是你即摆伫中国市场买到比亚迪的电动车，足济可能是免50万，哦，咁样差足多。免50万，嘿，会差足多啦。哦，那是拍这个废物税，佮拍这嘛袂超过100。所以不止讲伊伫中国市场，伊去。欧洲，伊哪有材料袂遐俗啊？就是我拄仔讲一个重点是中国政府足大来补助，佮讲伊即马电池啊需要的迄种资源，吼嘛是中国伊嘛是家己有，吼做一像锂电池需要的这矿产等，中国嘛有这个优势。你讲补助嘛好啦，你讲天然资源的优势，拢是伫中国市场顶管，所以讲伊即马有法度，而且伊个推出新车的速度是足紧的。哦，一般来讲，以前传统的车厂可能4年一台新车，伊毋是，可能逐年拢有新车，逐年都有，逐年都有新车，贵甲俗拢有。对，我较介厉害咧，王老师，这个车到底是伊是安怎有通接受？是补贴是倒位啊？先再补充一个数据哦，就是最新，因为比亚迪这3个月有大砍价。所以砍到最低的已经到，下给哦，大概砍10到4成，把1成到4成，那最低的现在23万台币，在大陆，买命23万哦，4台 iPhone 就可以买。那他怎么做哈？大概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是它整个产业链，所以汽车是一个，那你说电池还有宁德时代等等。那更重要的是，它这几年5年以上都在铺电动桩，所以它的电动车可以非常的普及跟发达。所有都有它充电就对啊。嘿，然后另外一个政策上面，为什么过去好像没有觉得它倾销，现在会有？最主要它有个政策是鼓励电动车，他们叫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所以你买新能源汽车不用排队摇号，去买那个汽车牌子，可是那个燃油车要等。另外，电动车可以随时进城，可是燃油车有分135、26，所以在政策的鼓励下，过去的燃油车一批换成了电动车。那随着市场慢慢饱和，所以它现在往国际上面去跑。哦，国内已经卖到真饱，佮全销出来外口。对，所以今年只有中国说它有2重2新的补贴嘛，那其中的就包含了今年增加了新能源汽车或电动车。可是这样子，前5个月电动车的销量跟去年比还衰退17%，2成左右。
换句话说，国内已经基本上卖不动了，所以要往国际上面跑。哦，所以伊是国内已经被叮当啊，已经饱合啊。吼，我看了真侪中国的电动车卖甲实在是俗啊，一种嘢叫做小鹏啊，我这个平字啊，小平啊，哦，10几万尔呢，啊，佫会当自动停车呢，哦，这实来讲吼，老师，我要请张老师来甲咱讲一下吼，咱咧讲吼，汽油车是咧比硬体，比电的，啊，这个电动车是咧比软的，伊咧软的是。厉害在哪里啊？哦，所以即摆伊进前就是一开始出来使用电动车，共款就是拄到老师讲的，伊就是要取代燃油车嘛，因为大家要节能、要减碳的保护嘛。啊，电动车相对来讲，伊本身伊就无亲像咱汽油车会去污染空气的问题，所以当初其实是各国其实拢推出这个目标，讲我2040还是2050，我基本上就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值，大家就要减下来，要减碳下来，所以其实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在走。那中国这基本上来讲，在硬体的方面，底下充电的充电桩，还是电动车，其实中国是大力的补助安尼。啊，伊的软是软体伫对吼，因为我本身要甲咱这旧的传统的这油车要安怎比呢？我就是讲伊。电动的部分，伊这足侪内底拢是电子零件，啊，伊加入足侪所谓 sensor 感应器，所以我得当有遮的物件，我得当写足侪程式，增加足侪功能入伫内底，吼，所以像即马大家咧讲的，讲即马后摆是毋是我会当自动驾驶，还是或者叫做所谓辅助驾驶，吼，伊增加讲我有迄个镜头，有迄个光达，我得当讲。看侦测足久的距离，吼，还是讲我车道维持，甚至我会当对这导航的部分，后摆会当自动停、自动行、自动停，哦，所以这就是伊增加软体的部分。啊，像至于就是讲我啊，啥物车有需要调整的部分，咱因摆拢爱去车厂，伊开当甲咱做调整。直接线顶就甲你版本更新。对，伊版本的这个。更新吼，伊对伊的办公室甲你版本更新，这就亲像咱手机啊吼，咱有当时咧讲生笑吼，车即马电动车就亲像一台较大台的有挂链的手机啊，嘿，有链仔的手机啊，伊就是智慧化。咱手机有啥物功能，其实伊拢有。你头所讲迄是全世界电动车拢会当用这嘛？是。啊，但是中国的电动车有比人较牛的所在无？哦，因为伊伫。一方面就是讲伊的量济，哦，因为伊的量济，伊譬如说伊大陆嘛足济迄个电动车的品牌，啊伊量济伊在杀啊，所以因就是你大家彼此之间竞争，我就会想讲哦，你有啥物货，我就爱另外去加啥物货入去，所以大家就愈加愈济物件入去伫内底啊。花巴子鸟内面咧足济幼稚的物件。对啊对啊对啊，嘿。哦，你比服务啊，我要先请吼，这吴总，我要甲你请教吼。这种电动车吼，人咧讲，这中国的电动车吼，这有治安的问题。我总你甲伊比一个例吼，伊会当来对远端吼来甲你控制。我要登湾世界的时阵，超空甲你塞入去海内面，敢有法度安尼？我感觉这是可能性足低啦，无甲遐厉害。我意思是讲无甲遐厉害。但是电动车治安的问题就是讲，你这台车你都走，伊迄个车厂有资料拢会知，伊会甲你记录，因为像讲全世界上有名的迄个电动车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本身来讲伊足厉害，就是讲伊所有的车伊特斯拉就是讲厉害，就是讲伊的迄个驾驶的软体，驾驶的软体呢等于就是伊的对每台车行去倒，伊对迄个地图的经营拢完全有法度伫特斯拉伊公司内底server伫 server 内底都有得记录。所以讲你治安的问题就是伫遮，就是讲你这台车走去倒基本上对电动车的车厂是有法度掌握的。
哦，这是较迄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讲一般哦，比如讲特斯拉伫中国哦，中国就要求哦，特斯拉伊的所有的迄个软体吼伊的资料爱迄个 server 吼，爱刻伫中国本土。哦，而且比如讲哦，中国哦，伊有敏感的地方哦，比如讲军事的迄个基地啦，哦，还是有一寡敏感的地方，伊是禁止特斯拉驶入去。哦，因为特斯拉，我用特斯拉来讲，就是伊是特斯拉是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公司吼，伊的标准哦，美国的标准哦。特斯拉有法度做，我相信中国本土的车厂拢有法度做啦吼。哦，基本上是安尼来讲。中国的电动车哪会遮厉害哦？第一点就是讲伊市场太大诶。哦，旧年吼全世界的电动车吼基本上分两种啦吼。一种就是讲纯电动车，就是讲吼伊完全用电池、用迄个电动摩打吼驱动吼。拢免加油哦，这就是纯的电动车哦。另外一种就是讲吼，插电式的混合，就 hybrid 插电式的迄个哦，一般咱讲 PHEV 的插电式的电动车。这种电动车呢，你会用充电，那充电呢，当你载甲无电的时阵，伊还有一个迄个汽油的。燃料，所以讲你用油，用电，分做这两种。以目前全世界的市场来看，就是讲纯电动车的数量较济吼。以2024年纯电动车差不多1000万台左右，插电式的电动车呢，差不多700几万台左右。不过呢，因为即马目前插电式的电动车愈来愈流行，所以讲插电式的电动车的迄个成长率是愈来愈高啦吼。另外一点我甲各位报告吼，伊是中国的电动车吼，今年顶半年也是有成长啦吼，是讲成长的迄个数量是，就是讲迄个%度无遐悬哦，等于像去年迄个成长的%度咯，比如来讲，可能差不多60-70%，即马%度剩20-30%。所以讲，伊等于就是讲，伊的迄个电动车的市场真的有受到就是讲市场无法度较大。中国咱来看伊去年去年2024年因为2023年就是全世界出口汽车上济的国家。以2024年来讲伊全汽车出口是285.9万台，这非常大的不过呢内底其实是加油的较济啦，伊加油的出口是457万台。咱讲到电动车加这个插电式的电动车出口是128万台左右。所以讲我甲你请教那么其实咱即马现主时在台湾的电动车的市场内面，已经有这个摩鲁马来西亚其实是中国籍啦已经入来台湾啦。那么即马比亚迪若要入来，你个人有赞成无？第一点我是无啥赞成啦因为伊坦白讲竞争力太强了Volvo 来讲Volvo 因为Volvo 咱即马看是水电公司啦，但是伊的上大股东是大陆的吉利汽车，所以讲 Volvo 伊用的办法是用 CKD 因为足济电子零件可能为中国大陆出来，尤其电池中国大陆足济嘛伊的设计因为伊甲吉利对 Volvo 甲吉利是同一个集团。Volvo 即马是外口看伊是水电公司，
但是实际上来讲，中国公司公司中国公司控制吼，我个举一个例吼，中华汽车吼，前几年卖了足好诶吼 ，MG 吼是一个英国品牌，但是伊是去吼中国诶上海汽车公司规个甲购并去，买去，所以讲啊吼MG 诶车吼，伊嘛是用所谓咱讲诶就是SKD CKD， 所谓 CKD 就是所有诶零件拢拆线吼，英文叫做 complete knockout kit， 就是讲伊零件包括伊诶PCB 就是迄个印刷电路板嘛无等于拢无零件比如讲你入来甲台湾伫台湾用台湾的 SMT 的机械甲遐电子零件拍，即种的部分伫迄个车的组装组合有足侪种的，即种的方法是等于对比如讲我举一个例Toyota 伊若要入来台湾迄市场若无大，我要做嘛是用规个可能会用 CKD 的方式入来，但是呢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咱家己的汽车产业，伊有规定你有足侪爱有自制率啦你台湾家己做的比一个例来讲，就是讲你即台车虽然零件外进口，可能你爱30%还是40%是爱本土制的零件，就是咱台湾有法做。所以我总你的意思是讲，我总歹势吼，你的意思是讲，如果比亚迪若要入来，会使你来，但是你逐年吼，你要增加我在地零件生产采购，甚至组装合抢，你认为这安尼可行吗？我感觉是安尼啦，我甲你报告就是讲MG 伊拄入来的时阵伊的车卖了足好，就是讲伊性价比足悬的。尾来伊电动车，伊电动车本来要入来伊价钱嘛足俗的伊较细只的伊的电动车差不多有2级定制的120万台票左右，结果。台湾的厂商看，哇，这袂使，毋是讲袂使。我见讲伊的迄个咱头下讲的迄个，伫台湾本土家己做的零件的%无够台湾咱本来政府的要求，所以讲伊的电动车等于 MG 的电动车都不了的咱懂的不过我感觉这懂是对的，就是讲因为要支持台湾的汽车的等于汽车零组件的迄个厂商的生存你若比亚迪因为比亚迪我讲了，伊是一个为头做到尾伊家己有电池真个伊家己的电池伊的电池足厉害做刀片电池等于甲迄个伊的电池就是咱所谓磷酸铁锂离子电池伊即种的电池，而且伊有足侪讲起来，伊嘛有一寡创新。刀片电池，伊会用做较足俗的电池家己做。汽车的迄个所有的零件，有足大部分拢家己做。伊是安怎拼啊足俗咱来了解其实比亚迪这间公司你看伊外表遮遐歹其实伊嘛有伊家己的大的问题。因为最近大家都发现讲比亚迪的供应商票期是落长啦等于就是讲我交货你比亚迪，讲160天咯。唔啦，不能爱半年以上所以讲有一寡迄个做迄个比亚迪迄个汽车零件的厂商实在有苦难言要挡袂掉所以讲中国政府嘛出来。等于嘛出来管要求比亚迪爱甲即个付款的票，所以讲伊表面上伊看起来迄个负责无讲介济，其实伊拢靠伊的零组件的厂商来甲伊，等于就是讲用别人的钱来做生意啦。所以吴总，你先踮咧线顶小等的我请平来3位来宾
来跟你斗讨论吼。我要先请教叶先吼。他拄啊吴总也讲到，第一，伊的经营的模式吼，我所知，譬如讲伊在澳洲，伊新车的强迫经销商，你甲他买落来，买落来就投入去二手车场，我租的吼真俗啊，所以我连带我咧卖新车的时候，我嘛爱降价啊，变做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我爱现金嘛，人咧讲讲比亚迪刚才是。汽车界恒大，这就小等请王老师来补充一下。叶先生，你感觉？我是感觉大家是免紧张，就是讲比亚迪即马无毋对，是全世界卖甲上好的种新能源的汽车品牌无毋对。但是讲呢，足侪国家嘛发现讲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无公平的一个竞争对吧？你是有摕别人的钱咧做生意的嘛，所以讲。美国嘛好，若是讲欧洲嘛好，其实拢有提出较悬的关税，去4.5%，去阻止即家代志发生啦。另外一个，我感觉比亚迪嘛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拄有讲过，就是伊对家己的经销商，还是对家己的规零件供应商，其实嘛拢是足可行的哦，足可行无毋对。所以讲，即马讲。中国，你敢知影？即马中国的电动车品牌差不多有200外个，200外间哦， 200外间，200外间。所以讲，即马是因家己爱先竞争，就是讲即马是进入中国电动车的战国时代，所以讲，就拄仔讲的有讲到小鹏嘛，其实有三间最有名叫魏小李嘛，对吧？未来、小鹏甲理想，理想，未来可能这3间都无法度生存啊。因为连这3间都无都生存，嘛是足困难的。因为即摆比亚迪用这种方式来咧做生意，所以讲我是感觉有人是预测讲可能到2035年，中国可能家己的品牌家己竞争好，可能剩4-5间尔。我是感觉大家先免紧张，因家己的互相的竞争到最后，剩的迄个品牌才会出来，甲大家用较公平的方式。竞争安尼，你的意思是讲，因评估了后，会较头脑会较正常，对，财务会较健全，用较健康的方式，对，较健全的财务。哦，是安尼吗，王老师？可能部分我同意啦。那当我们从整个看起来，这一波的爆料说会变成恒大其实谁在爆料？长安汽车嘛，对手啦。对球，那个你知道后来怎样？最近1个月内，中国成立第3家央企的汽车，长安汽车，所以它拉进去到变成中央最重要的汽车企业。这嘛是一种国进民退哦。所以后来我觉得后来的长安可能会去整合比亚迪，乃至于魏小李，这是未来的趋势。但是伊变做国企了，毋是更较厉害。对啊。因为国家企业伊是袂倒的呀。对啊。所以可是就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主持人说的，那个比亚迪里面有太多问题了。第一个是刚才有提到的0公里二手车，可是最让人诟病的其实是它的应收账款，它的应收账款长达170天。一般的企业大概是60天，比亚迪大概是，特斯拉大概是60天，它的应收账款拉到170天。所以财务报表看起来真好看。对。但是应收销款还是170天。然后整个叠加起来的话，你把应收账款算成负债大概是会到他自己说的负债的10倍，大概3000多亿人民币不怪伊要赶紧卖。无伊无现金嘛？对啊，所以如果让这种汽车来台湾，他会不会第一个叫台湾的经销商去0公里二手车自己买下来？另外一个他会不会叫我们的经销商说应收账款也拉到170天？所以我们如果配合他，老师你给咱画一个图像就是讲好啦，互入来啦，咱大家拢咱人拢会贪俗嘛，就买啊，规街路拢比亚迪，咱来治安像头早吴总讲不至于讲要
使正平要甲你调工弄倒平啦，只是讲你的资料拢去互摕去，啊，有的人无关心吗？对啊，这是上歹的情形吗？还是有更较歹的这个情形？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当然就是他整个图资的搜索哈，就刚才那个理事长有提到，图资的搜索是各国都在仿，所以像美国今年最新的法律是不准2027年开始不准搭配中国制的软体，所以这某种程度也阻挡了比亚迪到或者中国的电动车到其他国家，因为电动车未来就是自驾车嘛。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这地图的资料？对，情资啊。那如果你讲白了，就是你今天比亚迪在总统府附近绕，在国防部大使那边绕，那官员哪时候下班，哪时候上班，部长车哪时候出来，他都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是国家安全的部分，一定要挡。那如果你不挡的话，你就要画出来他不可以去的范围。那刚才那个。所以我买一台车，但是我袂当经过总统府，安尼是这个意思。对哦，所以像中国他们自己本身也怕啊，所以刚才也有提到，两位专家都有提到，所以你的北京的1环你不用想进去啊，2环可能都不用进去了，然后你有些单位就要绕开来，所以为什么比亚迪在中国卖不好？特斯拉，它的特斯拉卖不好，因为很多地方它都不能去。而中国的汽车它是可以所以咱若好入来，咱嘛规定讲你破坏地区、破坏特区，你袂使来。那还是回到你，如果你能够抵挡住民意，在说你这边不可以开，这边不能开，那为什么不可以抵挡民意？说你干脆不要让他进来。没命了，无怪要找立法院长。来，张老师。其实想拄搭安尼讲其实我想到甲无人机共款，你知道？无人机就是共款，我伫一寡所在是国家机密也是重要的机关，我都袂使互你无人机会当搞。所以这咱听起来就亲像这个概念哦。即摆大家上烦恼的就是国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咱拄仔讲，你车即摆电动车咧顶悬伊就拢有镜头，你个车本身的资料，所以你一寡你也从车顶所有遮的资讯，包括我有镜头有目睭。你迄个车人伫地有 GPS，拄仔甚至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作息，譬如说伊也知影讲啥物重要的官员啊，还是重要的因素是坐啥物车，迄其实伊所有动线啥物货，迄都拢完全了解。所以其实伫即个所在，真正就是有即个国安的问题，因为即个物件不只是治安啊，甚至你会提升到国安的问题。你要用国安的问题来看即个问题，就佫无共款啊。若徛在商业竞争的立场，张老师你的立场呢？是因为你也讲共款伫商业，咱讲的就是讲大家竞争的部分啊。我咧看的就是讲，其实不管所谓比亚迪的车，伊有镜头，有电动车，伊会当上网，会当 OTA， 共款特斯拉嘛拢有。即马共款的问题其实是拢共款，只是讲因为美国。可能一般人较相信伊会照即个一般的规矩行，大陆可能大家会烦恼，也是有一寡讲担心。即个部分来讲，变成讲，伊要安怎讲，互咱会当放心。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因为毕竟大陆中国甲咱是本身就是讲，咱爱较注意的。所以即个部分，你要安怎共款伫即个法规？因为你即马行的部分是经济部嘛，经济部看的就是讲，我就是看你车的迄个。公司商业的部分的问题尔，你啊今仔日讲要，亲像咱拄仔讲的，我即摆已经提升到是治安，甚至是国安的顶级的问题，你变成是讲是爱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件代志。这我要请教吴总经理，我甲你请教咱对这个中国的汽车的这个管制咱只到中国的手机的管制，其实咱即摆对中国的手机是完全无管制有啦，政府机关不能用，政府机关袂使用啊，尔啦。但是其实嘛无强制性嘛，你个人知的，伫市政府时阵，你头头用你嘛唔知，伊嘛无法则，嘛无法律然后处罚。但是因为咱即摆对晶片已经开始有较强制性的即个法律啦，还是种进出口的即个管制，咱对即个车辆。
敢有法度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吗？我想是安尼啦。第一点，你讲手机啊，因为手机啊是属于迄个消费性的迄个产品啊，当然伊有足侪功能的所以讲即个部分无去做足强制的管制。汽车咧汽车本身来讲我想是安尼治安的问题有这我想是有法度用就是讲用迄个部分，就是有法度。其实政府嘛有法度管制咱头仔讲过伫伺服器的部分你个管制这咱来管控。但是我感觉如互中国车入来我感觉台湾的系列的所有的系列的讲伊有够俗俗甲会惊人啦等于就是超过你的迄个你一般的市场的行情啦，迄行情差太济等于我头仔讲过迄个中华汽车用 MG 即个入来的时阵伫台湾都袂甲下叫伊是安怎？伊个性价比足悬的有时安怎性价比较悬？因为零组件有够俗咱讲实在，因为大陆今年咱乘用车是差不多2400万至2700万台，遮尔大的市场，当然伊的所有的零组件拢足俗的。比亚迪我讲比亚迪的问题就是讲伊的问题就是因为伊的迄个扩充足紧的足紧的经营之下，我头仔有讲过，就是讲伊本身来讲，伊的应付账款是非常的悬等于就是讲伫财务报表无法度凸显讲伊的负债足重的那比亚迪咱讲实话啦中共是敢若比亚迪其实咱头仔讲过迄个 MG 上汽啦有足侪迄种虎视眈眈咱台湾的汽车工业我感觉咱还是爱需要，因为伊等于就是管的可能几啊十万人的迄个等于生活差不多这对咱的国家的等于就是安定啦、经济啦有足大的。其实咱咧讲这个中美的迄个谈判咱即摆就大家带咧等就是讲美国车入来的时阵是毋是零关税迄个货物税是毋是拢摕掉大家安尼有人就伫算讲特斯拉后摆入来即摆170几万变做140几万，这大家就带咧等所以讲美国车要入来即种的拢原价的物件入来。介绍落较遮低大家就带咧等中国入来我看是错赛啦，实在已经会足严重的。所以这是对一开始迄个起跑点就无公平啦总经理你在线顶稍等者我要请叶先生看伊的见解咱有一种讲法啦，讲咱要保护咱的国产的这个汽车保护甲安尼，拢袂正样啦。规气甲虎的，莫插伊啦，拢互入来啦，敢会使安尼？但是吴总经理佫讲其实透过这个零组件会讲工厂、供应商，甚至做电池的、做迄个缆线的，迄足济靠这价钱足济。这边安怎溜俩讲好，互伊入来。但是我这产业佫爱顾，要安怎用？我想补充一个我讲的物件，就是讲即马电动为什么讲治安问题是最严重？你看即马电动车偌巧，你敢知影？拄就是我讲一个上简单的，阮即马若是阮平常赛车，我赛车出门若是我习惯惯死到一个餐厅好我到遐我免落车买物件，汽车偌巧，伊就赛到遐，伊会窗仔家己降来，因为伊知影你逐工拢会驶即条路。窗仔会降来，佮有啥物？佮有甲你手机共款指纹辨识，不然面部辨识。你上车，你啥物拢免做，你着手机就甲车拢连好伊拢知影你的行事历，知影讲逐工你要去倒。所以讲，我感觉治安问题不只讲就是车顶有联网的功能，车顶有摄影机尔，你每一个人的资讯全部
车拢知影。你的个人资料吼，嘿，个人资料车拢知影，而且大即马惨咯，这若是要去有人想要来偷偷约会了嘛，无法度。对，而且讲我嘛知影讲，中国政府伊是有权利讲，伊中国内底所有的企业组织，伊若是有需要，为咱摕你的资料，为着阮的情报使用。中国政府是有这个权利。当然啦，率土之滨啦，莫非枉土啊。对，所以我感觉治安问题是上重要的一个代志。啊，另外拄仔主持人讲的就是，若是到台湾，吼，我是感觉讲合法合规无问题，但是应该爱符合阮即摆讲啥物自治率，吼，就是你来遮，你若真正要。你讲到自治率吼，自治率吼，咱即个国产的做的，即摆这在地化的比率吼。伊有拢有要求啦，对，逐年爱增加啦，吼。对，你若是2024 8月1号吼取得的，2年了爱满35%，但是这是艺术吧？伊是讲有严格执行。你看拄仔吴总讲的 MG 这个品牌就是嘛，当初伊即马当初入来第一台车叫做 MGHS， 吼，一台休旅车，差不多91.5万，吼，你若看对手哦，差不多拢爱。100万以上，所以人讲价格的破坏者，真正嘛袂甲真好，破坏市场咧吼。真正是。但是讲一开始自制率开始要伊就有几个月拢无法度卖啊，因为伊要重新调整伊的零组件嘛。生产线。嘿，所以讲好不容易调整好之后，伊的上秀的91.5万就涨了大概2.4万元，无法度，因为我们15%到20%比例需要用台湾的零组件嘛吼，所以讲。我是感觉讲，你如果真的挡不了进台湾，第一个你要符合阮的台湾的自治率，好，然后让我们整个汽车产业确实还可以靠了这个品牌，还是可以升，因为就像刚才吴总讲的，我们很多的汽车相关产业供应链真的都是靠这价钱，爱靠这些价钱，这是最重要。我是讲，王老师，我觉得我没这么悲观。第一个来讲哈，还是回答。最近常会说这是贸易自由化不应该挡，这是主持人说的。最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哦。那我最近在想到是说，如果你是个奥运选手，可不可以吃禁药？不行嘛，吃了禁药就不能出赛。不公平啊！哎呀，所以如果中国透过大量的补贴哦，我刚才说到补充一个数据，它从2009年以来陆续补贴2300亿人民币，光电动车2300亿。所以这是那个美国智库做的，所以远高于其他国家。那么它这样补贴之下，然后再经过刚才几位专家讲到国内市场的竞争等等起来之后，其实各国很难去跟它打。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某种程度跟吃禁药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当然要把它排除在国际贸易或是台湾的对外贸易以外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一直强调的不公平贸易，所以要重塑整个供应链。所以这第一个，我觉得党，如果你还在想着它有没有在地化的比例，或者是反倾销的程度，我觉得那都已经是很后面了。你干脆应该从治安的层面、国安的层面直接把它挡在台湾以外，而不是说进来之后看你的比例多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透过泰国进来，事实上我们台湾会担心，泰国也会担心啊。所以泰国在去年就有一波针对中国电动车的洗产地或者倾销的处罚，所以泰国那边也会挡一波。那么泰国挡了之后，再到台湾，所以他想要透过第三地来，其实这些，而且不进得来。就像中国很多人都说，他们也意识到啊，你中国在发展电动车是未来的国家民族产业，那泰国不需要嘛？泰国也有它的电动车品牌，印尼也有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其实各国都在做这一块。那么如果让你中国的电动车进来，我的产业就不要发展了。所以我觉得透过泰国进来，我觉得那个量会被挡掉非常小。那既然非常小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有能力去做这个外部的阻挡。啊，搁变那烦恼了对吧？人讲啊，中国车所过之处啊，寸草不生。张老师，其实像拄达安尼讲吼，因为话样就是咧讲啊，
台湾已经进前已经扶持咱遮应该要做国产的一寡这汽车产业，结果无做起来。啊，毋过其实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看卖，就是你若讲特斯拉的一寡供应链，其实嘛是拢咱台湾。所以其实咱无一定讲哦，有的人敢若讲看讲哦，咱迄个政府因为咱台湾市场本来就足小，你要有这个品牌出来，其实是困难的。啊，毋过咱会当伫这个培养这个产业的这个过程来讲，我会当做一寡足关键的、一寡足重要的零组件。敢若晶片这种。嘿，但这是会当咱台湾会当来做的，咱会当做用讲，我一寡遮重要零件，不止你特斯拉用，甚至你比亚迪嘛是需要我。这安尼咱台湾问题咱重要。但电动车内面，咱台湾有啥物物件、啥物零件，会当甲这个伊的尺寸甲定调的，敢有这种物件？你啊，真正教育安尼讲，一方面的第一个就是讲晶片的部分啦。你晶片像特斯拉伊的上重要这晶片的部分，就是咱台湾做的啊。啊，比亚迪虽然讲应该是无啦，啊，毋过一寡关键的，因为以台积电伊的所谓的电阻 IC 的迄个全球产量这个部分，它已经市占超过50%。所以意思，我相信讲比亚迪内底一定会用到，一定有用到的。因为一台电动车内底，咱的电子零件要真千真万的，所以内底一定嘛是有咱台湾做的电子零件。只是讲你要安怎去确认这个部分的物件啊？这个重要的零件，也是啥物货？咱台湾会当来做管制，还是管理，甚至我会当有这个讲，真正讲，知影讲，就像咱即摆讲，知影讲，迄个 KYC。你要知道你的客户是到哪边去，哦，那也许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下都要跟咱银行去 KYC 了，对啊。对啊对啊。卖晶片嘛，爱知影 KYC 啦。对啊。但是哦，王总，嘿，想要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哦，咱即马甲美国咧谈这个关税，但是美国人其实真在乎讲，你有咧替中国咧生产地无？如果咱若即马来开放着这比亚迪。伊敢会认为讲啊，你即所就是条工咧甲作对啊，就是咧生产地啊，啊，甚至连泰国啊，去会受连坐呢？吴总，你认为安怎？我想是无即个问题啦，我会甲你保证啊。你来的时阵，你若讲为泰国入来，啊，则个为台湾，则个去出口，这才有生产地啊。伊入来主要是主要是台湾的针对台湾的市场啊，所以讲无即个生产地的问题啦。是你而且台湾即马美国上迄个心内上担心的代志，就是讲TSMC 的迄个 IC 去迄个走去大陆尤其是走去华为啦这种公司但是 TSMC 已经足红的啦伊本身来讲，所以讲这个问题来讲以前捌发生过有一寡出题一组一两项的小毛病，但是基本上台湾对于尤其是这个就是讲这个 high-tech 这个产品关税尤其是对中国的关税我想是有法度符合迄个美国政府的规定所以这方面大家免烦恼。是，吴总，想要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就是讲，咱像头仔在座三位来宾啊，讲，这像王老师就讲，上好就规矩用国安的理由，就规矩都卖互伊入来。你讲赞成咯，安尼规矩卖互入来，还是讲你也较赞成讲，互伊入来，但是我要求你的自济率爱逐年提悬，甚至我比现有的15%、20%搁较悬。啊，咱家己的货物税嘛爱降低，因为咱货物税一只敢若30%哦。不然咱电动车是无货物税啦。基本上目前的迄个电动车的迄个货物税基本上是无超过200几万以上的才有一寡货物税啦。我想是用各种理由卖互入来上干脆啦因为要入来坦白讲足侪问题
等于就是讲哦，因为吼比亚迪这种公司哦，坦白讲是非常的可怕的公司啦吼，伊物件是俗解互你惊人啦吼。但是若因为咱捌互 WTO 有理由，咱嘛是用开放一寡吼。中国吼，比如讲头仔咱讲到的 MG 啦吼，还是其他的即个汽车厂哦，用 CKD 的方式，但是呢，我的自助率吼，爱要求特别高，等于吼有一寡咱无法度做的用。小无有小马本，我无你小鹏理想你来。迄我看因嘛无可能来咯，因为台湾电动车的市场坦白讲还够细啦。真少。啊那足细啊！台湾电动车市场吼，才进超一年超2-3万台吼，2-3万台了不起啊！我无过去查迄个资料吼。啊，基本上来讲，就是尤其是吼，咱中美的迄个关税谈判以后吼，我感觉吼，美国车吼。还是甚至因为根据 WTO 的迄个规则吼，美国的关税降落来，其他吼欧洲啦、日本可能降落来。我想咱敢若吼，为美国遐入来的车都真选袂完啊！对，都选袂完啊！大陆车，我感觉台湾就是吼，我感觉抑阁有吼，大家较认真一下吼，有法度做吼。北上的车哦，我想鸿海吼，鸿海跟他自己的合作哦，他拍拼的啦。N7 讲起来就做了也袂歹啊，嘿啊，哦，你后壁较拍拼的，咱嘛法度做哦，性价比足悬的车，比亚迪咱个足侪关税啊是莫讲关税啦，哦，有一寡哦，有一寡等于咱设下的迄个。等于条件，咱台湾的大家嘛是买本土的车较下啦吼，是，哦买中国车可能吼，大家讲起来心内会惊。其实中国车讲起来，哦，无像外人大家有的人讲哇，伊的火烧啊是啥？我看这是少数啦吼，基本上哦有法度哦，咱一年2000几万、2400万台车伫路咧走，新车咧走吼，哦，实际上咧走超过可能要200台啊吼，这根本哦，就是讲伊安全性应该是还好，治安哦，咱头仔讲到迄个，其他的顾虑啦吼，治安较问题嘿，安全性应该毋是足大的问题啦嘿。好。总经理，感谢啊！你在线顶吼，咱其他3位来，叶先吼，是，咱台湾的汽车，尤其电动汽车，敢有这个民族主义吗？那就无得选啊，那基本就无得选啊，是不是安尼？有选就是讲哦 ，Tesla， 啊，敢有迄个完全无中国血统的电动车？完全我唔敢讲，但是较无的中国血统，我感觉是韩国车啦。韩国车，因为讲电池嘛有家己，咪嘛有家己的电池厂，若是讲电机，因为阮定讲即摆电动车的时代，甲以前油车是完全无共款。以前油车是恁底盘变速箱拢啊家己研发家己做，但即摆电动车唔是嘛，即摆倒找找一个设计师画就好啊嘛，对不？但是韩国嘛是想要发展家己的电动车产业，所以因即马家己就电池嘛好，家己的设计。所以讲，你若是讲即马台湾买到的电动车，不止讲拄仔讲的纳智捷，其实特斯拉嘛是袂歹。你讲韩国嘛是最厉害。我感觉民主这件事情，感觉还好啦，系啊。哦，但是大家爱是台湾的市场，爱是对介绍较敏感吧？我感觉介绍关键就是拄仔有讲到货物税。我是感觉要提升台湾家己汽车的竞争力，货物税真正爱重新检讨，爱取消起来。我是感觉爱取消了。新碳击败的关税给取消，王老师。我觉得当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发展电动车啦，因为我们常跑部会的哈，都看到说其实很多电动车不能进到部会里面去，因为。你不晓得它会不会远端自动就开启，开始录音，所以通常都停在外面。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国安考量，不是说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跟中国大陆跟美国都一样，是有一种区别的。
所以如果你有国安自己本身的电动车，然后又有自己的数据中心，那我们的晶片也不会怕有后门。对，那当然我们的车就不用你买台节能减碳的电动车，可是某种程度是变相惩罚，你不能去这，你不能停那里。所以我觉得，当然还是从长远来讲，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电动车。但是咱即摆要来培养咱家己的电动车的产业，会付吗？这其实哦，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已经是培养足久啊，只是讲方向顶管嘛是要继续去拍拼，因为一方面就是讲的，我可能品牌还未做出来，问题是咱这十几档来，咱其实针对这电动车的部分，咱一寡咱拄才讲的这重要的零组件，其实嘛是拢咱台湾做的。其实这个方向是我嘛是建议讲会当继续。